得较好，让妈妈唱得较好。我唱的比较。那边吃到你唱得好好呢。真的。这叫傣族啊，没啦。傣族出好手，真的。转过来踢。好，转过来踢。对。哦，好，来吃干啊！唔好勉强好冇？哎呦，走得冇？好。哦。喂，我要去秀传医院。老热大擂台，老热強下來。各位鄉親、父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鳳姑嚇。來，今啊，大家好。係，也都暑假多。暑假多咧哦。暑假多係啊，嚇，大家學生嘅啦。不用聊咧。後生朋友做咧。真的，什麼閒冇事情做啊？你都穿得零用錢用啊。係啊，後生人講啲冇乜嘅暑假作業啊，對嘛？係啊，暑假冇事情就會罰錢嘛，係冇？本記得穿得人罰錢用啊。2禮拜喺你嘅青少年嘅擂台組比賽。哦，係，按照特別有唱到喺度小朋友嘅嗬，咩啲人嘅節目產生出來喺度聲音咧，講真咧看到佢喺度嗬。就吃到幾家肉咧，黑毛哦，老了，哎，聊各位聊下做得用哦，2禮拜係幾分水啊？幾分水係，啱啱本後生意的機會啊，對嘛？做唔到全部都人，唔係，全部係沙viên人士嚟嘅節目，後生人咩做人嚟節目好好嘅表演嘅才華本得㗎。尤其係講暑假嘅期間嘛，係嘛？嗬，前3名有獎，有獎金啊！來，第1名獎學金5000元，第4到第6名有細嘅電路。啊，5000塊對你們算是個巨款嗎？有吸引力嗎？有嗎？有嗎？有哎，有啊，有啦，他們要的不多啦，那有就好，好賞嘅嘛。係啊，哦，這些都非常棒的，非常有才華的一些後生朋友啊，客家未來希望啦，嗬。係，來，喺那個比賽之前呢，介紹我哋金牌評審團來。好，歡迎齊家偉先生、陳偉儀先生、劉碧琴先生。哎呀，3位先生好啊，對，怎樣先生強用我哋公平，係冇？對，真的。但是我公平之前呢，我搶一位先生的時候，我示範。我搶嘛啥？還有搶陳偉如老師，好好示範，本地的後生朋友看一下，每個人都真正的老師。好，好，好，睇次家強，我哋歡迎飛先生帶來好聽嘅歌曲哦。來。細嘅時間，愛最期待將去觸動，因為當鬧熱，大家都來看家譜，強下衝山歌，家譜同會衝山歌，記老愛歌。3首樹經包來樹中蟲，樹中蟲，愛肯定你嘅笑容，你嘅溫柔，愛增進希望，你平安快樂，你有糖的我，愛的唱歌，愛會是雙喜快意。終於捉到一條樹徑，山馬山茶山，雙手不用下牡丹，
上迄款意，转去作动。肯定你的笑容，你的温柔，爱真经希望，你平凡快乐，你有糖多么，爱的唱歌，爱背世上迄款意，爱背世上迄款意，真去作到。欣赏啊，冲那有。伟如老师，中国真的就是行云流水这种。伊金曲歌王呢，系冇？佢俩成立嘅嘛客家音乐沙团呢。对啊，两个后人头好像没有阻碍哦，你想要怎么唱怎么用的音高想要到哪都行啊。你们就是歌王啊，歌王的部分他多啦，哎。只有冲歌黑暗用就会跳起，弹一下，跳起换气，动葱油。哦，鼓手你刚是献一条歌，你都会请一下那一位做的。要换气，要不然不是肺活量不够，那因为你嘅换气嘅点唔错。哦，还有，刚是讲高音，你想要上去，可是你上不去，尽量不要这样皱眉头。哦，哎，但是我看你都有皱眉头呢。啊，因为我上得去，你上得去啊。那给鬼跟面珠珠啊用啊，他是整个脸都皱起来。有一些高音的地方，有时候眉毛会上来。哦，所以刚是黑矮符，你用冲狗。技术的话，就完全没有表情控制，表情失控了。哦，他完全是已经就是融入投入在里面，所以选什么样主题的歌，就抓到那个主题的故事的过去经验，都得冲出有感情，然后去重要嘅。有好多嘛，睇一个。有冇什么欣赏啊？系冇？对，好，老师示范的很棒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啦！谢谢。好了，那谢谢伟如老师哈，安子 C 多谢，系。来，马上进行基本嘢呢，一无算比赛啦，算好教本大家鼓励心智的鼓励心智度，好，来分享 TV 係留之後帶來哪一種感覺？哦，哪一種感覺？怎样都想做你的用，自责也是梦，点滴甜的幸福。你是爱的语言，像彩色的世界，是温暖的春风。甜甜对爱吹送，你是爱的誓言，爱对你心不变，爱升高的瞬间，一切就是云烟。你是爱的语言，像彩色的世界。是
温暖嘅春风，轻轻对爱吹送，你是爱嘅心愿，爱对你心不变，爱升高嘅瞬间，一切就系云烟。Showtime, let's go! Everybody dancing time. Hey, hey. Shake your body all the time. 什么开讲？不差。暗号糖的歌也不是糖歌呢。对的呀。对啊，你慢嘢歌呀。啊，来，好，介绍问大家认识啦嘞。哎呦，志豪个新嘅转型呢。新呢。来条歌也很自家写的歌词呢。係啦，去年代出的專輯。哦，去年代。2013年代。對，年代。哦，你有冇想我出的新的專輯？其實那種專輯係。最重要係我阿公啊，阿公含彩嘅時節，以前我有出一種單曲 CD， 阿公知道當可惜，我出一條歌嘅天大送，佢就用因為以前冇倆包裝，沒有實體，沒有實體，禮拜我就想講阿公含彩嘅時節佢有講嘅，跟我就。攞去完成那個阿公嘅願望。只是這個相片好像修蠻大的哈。現在大家不是都要修嗎？去年還演到，去年還演到，你還沒懂演到，你還演到嘅。你哈，佢吞中央面皮一盤呀。媽個吞中央，講意思，講皮就好了，你講還聽到眼神當我奇怪。大家好好推佢支持啊！支持下之後嘅新嘅專輯咯。啲人節目產生出來冠軍歌手，啊出專輯，大家多多支持。出一批嘅專輯嚟，大家多多嚟支持哦。啊來衝擊啦，那位先生嚟講。請這位先生。來。好。之後先恭喜以後發唱片的哈，我精神我知道一直以來都當好。我而家唱兩首歌曲，我先講哦，因為我知道從創山歌到流行歌都冇簡單，係用自家寫嘅歌詞，就像喺馬街呢一種專輯，係演一隻夢，演阿公嘅夢，呢一種感情啊，就成本100分，好。唔過家人唱兩首歌曲，給他編曲，較貼切。較發潑，比較活潑一點點。唔過你知道你唱歌係緊張，也係講人家高興出來用，就點點的 K D V， 我們3個評審老師都動得比你還嗨誒。可能緊張啦，還有唱那種歌曲，你要唱嘛啥？唱微入心傷，要失控。你都沒有失控，你連表情都沒有失控，你表情沒有失控，你至少有動作會失控一下，知道嗎？我知道這隻舞台當好，根本唔係比賽，我就俾人建議，因為你出唱片咧，一定要機會去各個地方唱歌嘅表演，你就記得哦。唱兩首歌曲嘅時間要帶動一下氣氛，呢個舞台就係你嘅。你看你細細啲嘅舞台睇嘅，你攞那個舞台辦到還有不喊他睇嘅舞台，好唔好？很恭喜你發片，我們希望你給別安精彩演出。真的，而且他生日是9月17號，9月17耶。917，同日哦，唔係吧？跟我兒子同一天。所以趕快叫乾爹啊！乾爹。好，來看分數啦啊！好，來，歡迎下劉志豪嘅分數。好。96.3分啊！哎呦，讚哦！算高嗎？高吧，因為 TV 唔對哦，會不會高冇因為因高啊？沒難講啊，看一下。但是最多96分，這算高啊！算高分啊，好不好？超過95分。哎呀，這個也希望你專輯越來越賣越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個關注度很高，好不好？恭喜！加油！謝謝，加油！好，來回座休息哈。
记得回去这个自己的体态要注意一下啊。管那么多，他不能 baby fat 啊好，奇怪，竟然青黑上呢，还有上啊，黑毛吼，没啦，特色我有去加个特色啦，你要黑毛。走这一行就是要某一天啊，也对，也对，某一天啊，黑毛。好了，啊，沙下来，沙落喺注意先帶兩嘅頭髮，好嘞，彈過啦啊。看啦。這個字都唱到較好，讓媽媽唱到較好。我唱的比較好聽。那邊吃都唱得好好的。對，真的傣族出好手，真的。這樣正港傣族有冇來文族有冇嘅啊？這個字都唱到較好，讓媽媽唱到較好。我唱的比較好聽。那邊吃都唱得好好的。真的。這叫傣族啊，冇啦。傣族出好手，真的。叫正港傣族有冇？來文族有冇嘅啊？哦，哎，文族也是很厲害，很會唱啊。不過平常時之前都會同媽媽講下衝嘛，他媽媽講下來。哦，佢每次個衝心情用誒。就以前都會跟媽媽上台啊，然後有時候在台下練習的時候，就是意見會不一樣。哦，然後媽媽很機車。媽媽太隨便吧，應該是。就是意見不一樣的時候，就有時候會有一點小爭吵，然後就自己練，然後又自己唱會比較自在的感覺。哦，他現在 solo 嘅意思啦。好像旁邊就沒有那種麻煩製造，沒有阻礙這樣的。沒有阻礙。他一般就發幾句後了，他媽不用再來。有點意思嗎？你現在原地出道的。有沒有覺得媽媽沒在旁邊，你覺得好那種隨意自在的感覺？哦，如釋重負啊，你哈。唔過你調下唱歌嘅遊戲誒，唱兵無可能有那種感覺，係冇？吼，唱嘅歌應該嘅通做較多嘅。講嘅你頭髮，你頭髮，你頭髮。自行車，自行車，叭叭叭叭叭。哎，唱唱老師，還根本你看不到，難亂唱。亂唱啊！來，開心一點，再唱一次。來，他歡樂啲，歡樂啲，啊跳嚟跳去。快樂誒，啊過來吧。啦啦啦啦啦，秋天該。
头发，数位空中，天天讲故事，本爱他。再多一点，多一点。沙啦啦啦啦，蓝天盖你头发，强强成功，突然转不开。比他们吃到人六少，比他妈还烦。白烦。不，那个讲真的，你如果唱这首歌哦，用这种态度在舞台上表演，一定会很吸睛。係啊，快樂嘅心情，快樂嘅歌嘅啊。中央要影響到台下觀眾朋友啊。因為兩條歌係童謠嘛。對啊，按你頭長長嘅你頭髮，啊，台下觀眾。你頭髮。佢唔會半低通。你見到佢線條咁啊，叫咩？我搖搖。就是童謠媽媽學識的，係嘛？真的。媽媽那種抓狂演法。對。有嘛？對，這一點你可以效仿你媽媽。對。個點的。可以跟傣族學一下，好唔好？對。好，從這咧，好，請美語欣賞，來公平一下。係啊，差唔多就係咁樣。你說冇啦，而小起來就。看起來當電影下，越來越強哎。特別是這些時間還有點感覺。稚氣啊，然後有個小五的感覺咧，係嘛？越來越漂亮。還有音色很棒，音色很亮。啊，還有你嘅這個 key 就是很適合你。然後咬字也很非常棒，加油！好，什麼欣賞？來看一下佢嘅分數來。看一下朱藝興嘅分數。比發唱片的歌手，對啊，分數喊他，我就說很難說，會不會喊很多，個分數唔一樣版。好，加油！哎，有朋友話要分數，做得啦。他媽媽不在，好像比較沒有安全感。對，他媽媽在，好像他比較活潑。哎呀，就跟他媽頂嘴啊。對呀。對啊，我們也那麼熟了，對不對？對啊。你可以頂我們啊。對啊，你也是從小看到大的。對呀。好啦，轉一籌了。阿里漢台。他還想說要回你什麼？你在那邊等。啊，這個點還沒學到他媽媽的那個。哎，反應一點哈。發瘋的程度。哎，傣族啊。好的，殺好來。殺了，嘿，孫凱琪帶來音樂公公。來彈個啦。故事。
凯琪，大家好，金娜姐姐好。凯琪，你的比赛时间是一度赛事？一度赛，差不多3、4年级的时候开始。小学3、4年左右哦。10岁左右是吗？哦，2年前。现在15岁吗？对。哦，你连自己几岁你都忘了哈？有一点点忘记。我今天找到你爸爸了。马啥？有请到给他壮壮老师。壮壮老师上去都是感冒呀，台。没有，他眼睛你看，他们笑起来其实很像哎。电影像啊，这眼睛是未来潮流，好不好？黑毛。其实他很有。为什么又有这个音乐？人家还看得到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他视力正常嘞。他其实他有点就是很古典美的感觉。嘿，还有那个梨窝。对。哎呦，像你两片出去，黑我还有去其他地方比赛呢。啊，真的呀？哪一大比？以前有去过明视的台湾那么旺，台湾比赛。真的哦。是这些，他们也有儿童组的嘛？啊，有青少年组。有就青狗。就是台语歌跟国语歌。哦，对呀，改编是火肉跟豚龟泥啊。超烦的哦。不过你个比赛的时节啦，唱几个动感歌唱得很好啊，抒情歌拿手吗？就抒情歌就没有那么的拿手。就有一次在台上，就是要突破自己，想要选一首抒情歌来唱，但是在快踩的时候唱完之后，我就觉得自己没有表现好。就哭了，然后就是哭到没有办法，就是继续直接进行比赛。你哭的时候眼泪会比人家少？应该不会。应该不会啊，对不起。他功能正常，好正常。不要再人身攻击了。我视力也很好，被投诉。我的视力也很好。黑某，你看得到3个老师吗？还是只看得到伟如老师？看得到，我2只眼睛都2.0。莫光皮肤你呢，害我跟着讲。好，加油！冲色了哈，来冲色。Viking 先生的功能。老师哈。凯琪错吗？好，我讲回了啊，你谈的是吗？我谈唔是。談唔是，談的是。談的是吼，剛剛慢慢講好咧。開始看起來當電影下，該雙眼皮是然一挺孔融啦，哈，咁冇人孔融，係咯，咁冇人孔融。好，剛剛你先來講幾個音色技巧，幾個音準，然後幾個接碰咬時，我始終都動準確。動好，因為我頭先彈動清楚，韓國叫兩記是真假音轉換嘅回數，我始終從到動好，因為我頭擺比賽嘅時間，我未從過兩條歌，我第2條歌就是不是這麼好唱的歌曲，咩按好從過去從到動好，簽轉一個簽轉一個。第二季我始終從頭動好，韓國是嘿，他完全做到了偉如老師頭先講嘅，就是不要顧表情，然後也不要顧那個肢體，全部都做到了，然後全部都很扭曲。我覺得他真的應該跟剛剛跟那個換歌的嘛，對，我2點多歌嚟抽，他們應該是要換歌曲的哈。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那個肢體律動跟台風全部都動好，所以看得出來是一個就是比賽很多經驗的一個小朋友，對，很不錯。哦，對，不錯哈。哎呦，那就看這個分數咯，到底多少了哈？看一下孫凱琪的分數。嘿。越來越高呢。有1個呢，那麼96.7分啊！哇，哎呦，讚哦！厲害，加油啊！哎，那你還有想要去哪裡參加比賽嗎？還是想要回來參加比賽？有嗎？我覺得功課比較重要，因為現在國3要升學了，所以升學為主。對。哎呦，好棒哦！如果我兒子跟我講這種話，我不知道會開心死。真的，你兒子現在跟你講，還來得及嗎？來不及。哦，是蠻可以啊，加油，好唔好？我讀書就好好讀書，好。OK， 好，回這休息。謝謝。對，讀書之外就是課餘時間可以。用這個興趣啦，吼，然後睇下咩青島樣片做在撲啊，跟阿里巴落去調下油講嘛，做在好去了。對，好了，大家好快。OK，好，來撒下落。撒落去黃義彤帶落澳洲嘅海。好的，行好了。
嘅海，依舊無影逐來，行渡心嘅石台，歐洲嘅海，定情嘅表個帶，送頭面去頭擺，頭擺昨年行過天順路，頭擺昨年開過太沙谷，頭擺無人記得嘅頭擺，一步一步經行經出。山那高，那重，上那開嘞，我養了負重那本那一個海。太陽路那行，上那流退嘞，唔知了幾時有心迎來。頭擺昨年行過天順路，頭擺昨年開過太沙谷，頭擺無人記得嘅頭擺，一步一步經行經出。山那高，那重，上那開嘞，我養了負重那本那一個海。太陽路那行，上那流退嘞，唔知了幾時有心迎來。什麼睇㗎？就聲音好，聲音好吼，唱馬歌嘅時候好聽。係啊係啊，而且唱一條歌，哇，當舒服。係啊，連順風嘅有冇？可以聽甜甜衝那樣沉浸在這個氣氛。哦，不是啊，不是要睡着甜甜衝哦。啊，甜甜唱。哎，沒有自動衝了以後。哎，我記得我上次有請你唱那首抖音歌叫什麼？從前說。哦，從前說，對啊，好好聽嘛。哦。最近還有沒有學到什麼新歌？新的歌哎。你乜個新歌哎？啊，我會等。我會等枯樹的春芽開出新的花，哇！到處新的歌，啦啦啦哩。你會唱嗎？他只是自己想唱而已。你這個像會被我貼音。總會有人。總會有人。有人。我很
很少听流行歌。好了，算了。你嘿 PQ 后天的好吗？戏曲学院。哎呀，青音子你所以他都是听啦。唐戏曲，听跟无唐流行歌曲。流行歌应该没有啦。不过可能嘅学校嘅课业也要好好练习啊，好吗？哦，对，所以在学校有学什么东西，有觉得很精彩嘛？我咧下个主修系爱现。海演哦，对，我觉得你今天两次三步就会海演哎，对啊，你适合坐在老师那个位置。哦，所以你是精修海演的。我系戏剧学院音乐呢。音乐呢，音乐呢。客家话啲嘢學識真係。哦，音樂呢？你看，有嘅相片。也係我今年3月22號。你23年係嘛？24年咧，3月22號就前一波嘅，前總發比全國嘅比賽，學生音樂比賽。唱歌嗎？愛演高湖。哦，高湖哦。個人的比賽呀，個人團體。個人也有，團體也有。團體我係代表印尼學校戲劇學院去參加台北市嘅音樂比賽，印尼得到特優。特優哦，這是冠軍、亞軍、季軍。冇啦，特優就特優嘞啦。殿軍過後就特優就提名嘅啦。啊，90分。應該選定嘅啦。哦，特優就是最冠軍的意思。哦，應該就係吧，5%前5這樣子。哎，90分以上嘅啦，硬要把你拉起來。哦，那個很厲害呢。那有想哦，以後就是要朝這個方向發展。有哈。想要做。目前要以後來應徵2打擂台的。有想過。有想過。有想過。哎呀，哎呦，我們老師現在覺得芒刺在背哦。但雖然一整天坐在那裡屁股會痛，但其實也蠻好賺的。但是沒有這麼簡單，我們還有寶玉老師哈。對啊。黑毛，所以你要把他們兩個的照片放在家裡，然後每天拜拜，希望他們離開，希望他們離開，希望他們沒有，希望像他們一樣這麼厲害，好嗎？哈，你就有機會進來。照片都是貼偶像用的，這麼買東西。好，好，加油，好嗎？加油，加油。好，從這來唱雜筆欣賞。好，雨桐以後，我知道他們禮拜前嘅6位參賽者，63都有61個特色，我真係吃到當好。不過跟吳怡龍來講，他說：今天參賽者有規定說眼睛一定要小嗎？真的嗎？都小的嗎？你看下雨桐。冇啊，冇啦，那有，係咧。管人家眼睛大小跟歌藝有關係嗎？不過我講嘅係，我氣質真係當好，你提出來，我就知道有基本分誒。你一站出來一講法，我覺得好像要到總統就職大典司儀。我之後就很端莊，端重是吉娜，是端莊又讓人尊重，對，端莊又重要，簡稱端莊。不過我知道當貼片講，我貼擺談到了首歌曲用按。應該係算古典嘅唱法，可能因為你學嘅係戲劇嘅關係。我知道，因為你係半流行嘅歌曲，東岸嘅3個部分你真係唱得當好。不過我有建議，係講以後表演要當到冇咁樣形式嘛。喺創作呢首歌曲嘅時間，做啲變換一下。譬如講，你頭前他流行嘅東西，你而唔是來按唱，你喺想講唱歌嘅唱講法唱歌，你冇可能講我做嘅係依舊無人作來，一定係我做嘅係依舊無人作來，一定係咁樣去唱，最容易後背3個部分來開來，哇就覺得你的技巧好好，再加上你有當戲嘅唱法嘅時候，有幾個面試當重要，還有乜嘅你咬字當清楚，之後你係當好一件事，還有一聽愛講嘅話出去講。客家話貼片啦，有啲愛閉口音，有啲即係張口音。譬如講，行啲新嘅時代，唔係新嘅時代，新老新冇共樣。還有3個嘅部分嘅當中，有譬如講，莫嫌苦衷溫嚟嘅係莫嫌，唔係莫嫌，
好，你张口闭口有差哦。还有 Hellboy， 唔知幾時有心人亂唱，唔知幾，唔知幾，你唱幾，你闭口音就是不一樣，對，意思冇同樣。 細問題聽聽，就本意建議咩唔好。我知道有時是唱歌啦，講法冇咁樣，講法你彈得清楚嘛。一下就歌，唔過唱歌要唱到錯，配上咱彈嘅實，好嘛？今日俾人講好。哦，欣賞。搞到就是共同發動一樣，真的。有一點就是閉口音同冇閉口音，這兩個字就意思冇同樣，係啊，係啊。哦。老師知道唱得很用哎。我那天剛好錄了一首廣東歌。 廣東話啊！廣東話的廣告歌啦，叫我用廣東話唱，好難哦，要我的命，真的。就唔呢個是唔咩客家人嚟吧？你唱客家歌，就會有一種產生一點問題。所以要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來看一下兩個分數。好，看一下王怡彤嘅分數。個呢？哇！96.8。嘅 Hellboy 分數一跌下來唔動，有2禮拜唔怕，你下一禮拜還做得扳回一城，係嘛？哈。好啦，好啦，恭喜！王怡彤，加油！謝謝。我哋開心平常就很厲害哈。嘿，唱得以後哈。我殺了，也味咩都不得了。嘿，法蓮子講，唔係試講哈。法蓮子講連成二帶來，很多路來，彈開啦。最近比較跳比較 sexy 的。什麼歌？跳一下，做得跳一下。OK 啊。 I got a stank ass walk and a reckless ass mouth. Hear my shit so tight. When we fuck my pussy talk, I don't even say what's up. I just tell him what I want. Cause I got another nigga that's gon' do it if he don't. 你感覺好像蔡幸娟在跳舞。還很像嗎？還是很像嗎？有衝啊！ 茶的出面香香，現在聲音學粗茶。
红有吗？哥，韩多鲁，韩多鲁，大红有韩多鲁来接你们，大红有灯光啦，哎呀，哇，哦，好棒啊！哎，陈立辉呢？好到位的表演哦，真的，弟弟，尤其是弟弟的表情。刘家三姐弟，哎，三姐弟啊，老大、大老二、老幺、大老二，给条讲，我是大姐。哎，头摆个成语给细落的时间，对，差不多按地位吧，哦。同家嘅露台差不多的时间。比赛时间上小学6年级啊，一年级，一年生哦。几样事啊丢的，哈，啊丢的，唔muốn記嘛，佢就唔講。係啊。懂酷，很酷，很酷哈，非常酷。你还唔会嘞，是有一讲啊。哎呀，讲啊，哦，因为唱，哎，这我后来发现，真的当一个唱跳歌手不容易，真的哈，真的不容易。有，哎，你还可以这么稳定，很亲吻呢，练过的啦，是。姐姐有练过，我尊敬 respect。3 V 都有后斧头，嘿吗？对，同一个老师学的哈，同一个老师学的，要不要 solo 一下？对，哎呀，做得吗？做的有办法啊，好了，做的了哈，3个来 solo 一下，麦克风要不要帮你拿？来，抬头拿。哎呦，哇哦！来，二姐。哎，脑雾啊！紧张啊！来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我们都不要看你，摄影师也不要看你。好来，好，然后都不要拍哦，都不要拍。哦呦，头转呢！哇哦！哎呦！姐，哎呦，姐姐来了！哎呦，一只手。哟呼！重上来哈 ，lost phone，哦，这个 beat 不行。不是，我有一班那个去参加一个活动，前面介绍好像也是世界级的，给他街舞表演啊，世界冠军的，然后就请他们那一团，介绍我出去，用他们的音乐，不能跳，不能吹哦，来，这个，那我就他摔下子，他现在可以讲芭蕾，啊，给你还有新的通种嘞。回去啊，请你们老师，好，我们有那个教学影片，就学一下，然后你们同学大家跳一下，然后就 po 网路 po 一下，做的比赛哦，有钱好拿到时候也可以来参加比赛，好吗？哈，真的，真的啊，中马还懂得很 C 上，我们都有录进去啊。这是有关我的事情对，低调一点OK， 冲出来哈，来，抢专业欣赏，你欣赏。我只会2招避讳的部分。来，来跳，自己 Q 自己，来，哇，哎呦，重伤不会你的比你欣赏啦哦！我记得伟如老师会学狗，吃到一百表演。你刚刚就是好像有没有狗被欺负有没有？舞蹈我不行，我们知道啊，就是好玩的。OK，也知道陈宇做的很棒，那因为跳歌。算黑 rock 跟 blues 蓝调，那给在跳舞的时间还会冲歌，唱歌其实已经算很稳了，已经练得还不错，真的，不过，我觉得不要唔够好了，很用心，我觉得很用心。那有时候会有点小赶拍，再往后一点点就很好了，然后我觉得还是都
最后一句的那个力度可以再出来一点，vocal 的力度。可是整个感觉已经浓厚，还是有浓厚嘞。但我是非常期待诗慧老师跳这个版本。我也很期待。该有你回去教诗慧老师。诗慧老师以后都不接闹热电话。浓厚。哦，一沾呐，后宽又后糖。真的懂厉害。好了，看一下劉成儀嘅分數。96.8分，哎呦，赞！哎，点8在这，回去要谢谢弟弟妹妹哈。好，做得嘛哈。有拿到钱会平分哦。他犹豫。好了，加油！你们真的很厉害，很棒，真的好杰出。刘家3姐弟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了，谢谢安之 C。好了，回这休息哈。好。来，沙下來，係陳子怡帶來客家掌聲妹。好嘞，彈卡啦。
冇看到，他敢讲什么？这些都要他完全不同样哦，金钱了啊，都穿古装那样。没有，就看还是要换下风格啦。哦，表演风格冇共用。歌曲的风格冇共用。哦，也喺讲国标舞嗰种，跳国标的嗰种。有啦，刚刚还是有跳一点点国标。有啊，有看到。国标的感觉。有结合到哈。所以国标可能是你这个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动作。对，你的舞蹈基因底部有国标。就是最基底就是开始先学国标，从小就学国标。哦，从小就好笑哦。阿婆有听来嘛？有啊，在那里。有啊，有啊，抽了个片啊。对啊，阿婆是铁粉啊，真的很像忠实粉丝，忠实粉丝哈，大派都有来拍样片，从小慢慢开始，慢慢的皮哦，哦，他们在玩他们自己的，对对对，我们之间两个世界，两个世界，对，慢慢玩不打扰，还是要。人家那个庄敬高子，对对对，表演艺术科。庄敬高子那啲新店的嘛，对，它有2个校区，我是在永和校区。哦，永和片哇，现在已经少子化了，还有2个校区哦。庄敬的招生率很厉害，很厉害啊，口清有名啊。现在就变成庄敬国际双语学校。哇，你是你们学校代言人是不是？对呀，那你是什么科系？表演艺术。表演艺术啊，表演艺术科系，专门跳舞的吗？对啊，就是唱歌跳舞，然后有戏剧这样。哦，有没有带动同学一起编舞？哦，我们最近在排那个，因为每届都有健康操比赛，然后我是健康操的负责人。健康操？对。啊，国民运动，1、2、3，是有一点像，但是我们要加一些街舞的东西进去。左3前右3前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一起来做运动。居然有，我们去年有跳这个，真的啊！哎，这个东西已经这个歌20-30年了，不可能吧？有啦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你们有跳一点新的东西吗？有啊，新的歌。最近比较跳比较 sexy 的东西。什么歌？跳一下，坐着跳一跳 OK 啊。不要让他们一枝独秀，是不是这样？看现在学生的跳嘛，该狗呀哈。好啊。对啊。来。咖喱芭蕾。咖喱芭蕾。从头开始跳。好，没有做对了，抢同后跳下来哦。好。哦 ，OK。放音乐，好来。Real hot girl shit. I got a stank ass walk and a reckless ass mouth. And my shit so tight. When we fuck, my pussy talk. I don't even say what's up. I just tell him what I want. Cause I got another nigga that's gon' do it if he don't. Attitude bad, pussy too good. When he say fuck me, I tell him fuck me good. Chase these niggas, I wish I would. Bad bitch like me, hoes wish they could. She's careful to me, I need glasses. In the mall with a daddy, she a bastard to me. He ain't fucking him right. 摄影大哥好开心哦！哇，摄影大哥太近了，太近了。对。Just like that, shake that shit, work it, bitch. 哇，很赞哦！对，你们感觉好像蔡幸娟在跳舞，还很像吗？还是很像吗？有冲啊，发种一轮没一冲哦。哎，像蔡幸娟很好啊，不会冲狗，又不会穿钱，对吗？对啊，现在多好命啊！向他看齐，向他看齐嘛。哦，哎，跳到以后呢，很好啊，又不会冲，又不会跳。它是属于比较美式夜店风的。哎，那个应该是拿铁，不是美式。好，谢谢伟如老师、慧清老师，对。哎，非常欣赏公平哈。这个紧接太厉害了，应该模仿从伟如老师自己这样自己 Q， 然后就自己上去跳。慧清老师要跳一下吗？来，慧清可以哦，不要，好可怕。他等下就跳这个。好了，我要讲评了，我要讲评了。这个唱跳的啊，紧接动厉害，哎，真的非常非常厉害，所以你看这个打从心底就佩服那个知宇嘛哈，也是很小就开始唱嘛，对。所以该每表演该台风到肢体动作该都动稳动好，他跳正如果还有挑一些小毛病的话，就是可能一边冲一头跳嘛，所以也。同奏又稍微一点点影响到佢嘅个音准的高度，不过差一点点的。对，从该提一个爱爱给人那个给爱爱给人该在给，就是
低了一点点，稍微一点点而已。其他的话就都很好，我觉得都很 OK， 对，很不错。哦，什么欣赏？很棒哈！哎呦，未来之星，好，真的很棒，很棒。明日之星。对呀，真的哈。来看一下给个分数，来看一下陈子怡给分数。96.7分啊！哦，哎，因为全部都有96分呢。对呀，一站哦，差个2点几。2点几分呢？还有一礼拜，还有一礼拜。还有一礼拜。哦，所以是2个礼拜积分赛，累积了张款买一样的呀。哎，拿5000 K， 嘿嘛，听一秒吸钱。那你们就再忍1个礼拜了啊，才能够拿到5000块了哈。好，希望你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棒，好不好？替阿嬷加那个争光，好不好？好嘞。那哎呀，多谢3位辛苦的评审老师了，3位欣赏，还有 dancer 老师哈，谢谢伟伟老师。哎，接下来传统组的传统组哦，好上演的哦，系哦，好上演的比赛啊，哦，摸转台啊，来看一下传统组的比赛，来。好，来吃宽啊！你高度好像不能太高哎，感觉。可以高一点啊。好，好，真的哦，好，多点。再高一点啊。这么高啊，来。啊，可以。来。对不起，低一点。有点太高。唔好勉强好冇？哎呦，走点嘛。好好。喂，他去秀传医院。哎，也来到传统组的抢少年擂台赛，有2礼拜哦，哎，积分赛哦，哎，累积分数哈，下礼拜才见真章，好不好？分享太起高，哎呀，嘿，谢谢你们，哎呦，抢少年组的啦哈，大部分免输啦哈。唱有冇来过诶？有冇来过？有，哎呦，又加没有来过啊？加赖又加，你客家又加没有来过啦？啊，忙是来过，分享。很好上啦，可能也较太调的阿张派起来啊。好，其他全部都来过哈。有免输有说哈，有说啊，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啊，真的就要靠后上朋友。尤其是传统族的啊，嘛。对，我们这老的都已经会退嘛。对啊，就要靠你什么时候退？千秋万世，直到永远，好不好？我其实你罗哥就是想退啊，但是问题是，哎，太红了，太疯了呀！才56岁，你56岁退退，你还见到已经疯走了。系啊，冇退。冲半年，冲到半年。冇，冲半年都才过诶。表示一次清风啦，有冇哈？好啦，哎呀，客家文化都靠人哋后生朋友来传承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，安尼来介绍安尼评审团，哈，老师来，欢迎恰吉哥先生、罗英先生、林彩丽先生。来，等下哈。要比赛之前，抢一个老师哈，抢一笔欣赏。每抢两片出来就同条共用的哦。对啊，我们抢个林彩丽欣赏，来好好示范一下。带着后堂的歌曲来。上
哎呦哎呦哎呦，后台的女罗哥，才起来跌倒，公园的啊，厉害啊！哎，天传人，超级主呢。系啊，按多按厉害嘅人，全世界、全台湾嘅人全部一个比赛，冇错，哎，高手全部都做。对啊，真的高手全部是这个，真的。我们这边还不算什么高手，哎，冇来亚边妹妹都高手啊，都是高手。这是未来明日之星嘛？係有冇同你哋香港嘅朋友嚟分享建議啊，哦，從中國嘅技巧、技巧嘅部分。我設計啦，我設計到唱歌嘅時間。一天愛多聽拼音唱，要多聽，因為譬如講一首歌詞13唱嘅一天冇共用，多聽拼音唱吸取好的東西，然後設計知道，哎呀，在微所轉運轉來學，我就得學起來，愛多聽多學。對，就像其實同樣一個料理，比如說這個炒粿條來講啊，哎，不要最近不要粿條，比如說炒飯來講啊，對不對？哎，每一個師傅炒起來的口感就不一樣，就冇共用了。同樣是一個炒飯，哎，但是他出去呈現出來的冇共用，這就是在功夫啦。對，係，我自家係按用啦，按還有設計到練唱嘅時間，愛錄起來，我要習慣一天愛錄起來。哎呦，唱體以後，各邊一擺設計唱嘅，那大修正。唱嘅設計唱，然後設計彈嘅感覺冇共用。然後去從小地方做修改。對，就是要這樣子。我設計係按用的，按用練呢，按用練一類哦。對，難怪做啲天傳呢個冠軍歌手超級主呢，佢那樣改啊。超級主很好上嘅，大部分都係有一些顏色前邊。真有辦法哈，壓力動態哦。對啊，恭喜！唔是比賽講壓力安排。啊，所以根本人家示範過嘅哈，啊都麻煩做嗰個。做評審，現場嘅 V 哈，本來就係好上人建議。好，好嘛，好吧。冇問題。好了，謝謝林老師，好啦，會做準備哈。好，係喲。好咯。也做進行嘅比賽咯，擂台賽來咯，係啦嚇，係哦 TV 哦，積分賽，好嚟，蒼人期待來三個字，好，加油哦！叫無來創建種哦，有些建種吼，佢客創團的啊。哦，難怪，因為客創團全部他個強下創嘛，基本一撒就有些。對啊，所以都冇人啊。創到好冇好唔怕。你可能錯咗幾遍創下好，有陣時聲音冇好就假裝唱。就他個氣場，他其實會創到當好。好，係啊，係那意思。係啊，係。
所以你要克服啊，对吗？旁边没有人的时候，你自己一个也可以独当一面。solo， 系冇？哦，对嘛？唔是緊張啊，衝出嚟咩唔怕嘛，係嘛？哦。但講真咧，新年嘅創業的傳統嘅東西啊，譬如有嗰種好上癮嘅嘅好上癮嘅上癮啊，係嘛？哦，軟啊軟啊，上次你食天天咧，係嘛？糖豆一當舒服啊，唔好講哦，因為創到唔係一剃頭啊，但是。哦，你不講我吃到啊，磨拉米絲，但是創業係咪好糖啊？尤其係合唱團的嘛，合唱團係練習出來的啊，吼，家家有練習兩條歌嘅。所以合唱團也有唱客家歌，有傳統嘅也有啊。有一些些。而家感情好冇？應該以後。當好。樣板好。我4月歲生日今日啦，就拄到合唱團團練。哦。大家。就休息嘅時間，潘先生就講，唔係休息睇以後，潘先生就講，叫我彈嘅樹洞戲一條歌。樹洞戲，詞唱攏寫嘅。就該鋼琴彈下去，結果係生日快樂歌。哦，祝你生日快樂！是要唱這首嗎？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。你兩條嗎？生日。沒啦，亂彈。表示講感情一好，規隻團練欣賞都要本佢驚喜嘅，係冇？有嗎？冇啦，就從嗰天下班你來送本愛掉。哦，電視上寫時間好冇？新一寫上一幾時歌？歌嚟啊，歌睇嚟，給人想一下。哇！搞太累。哇！你看，他還跟我要求說，我下次送。對啊。我這個臉皮也蠻厚的。如果你去探班嘅話哦，他是個挺有精神，係冇？對啊，可以下美好啊。係啊，對，找我們頻道。鼓勵哈。拍一下也不錯啊。沒錯啊，係冇？好，OK，加油。繼續加油哈。努力，好，OK，送上嚟啊，唱幾個欣賞。好，年輕妹妹哈，佢今日帶來一個山歌子，其實一下我很細年唱山歌實在就不容易，尤其唱叫做按4年級啊，能夠來你學習一個傳統嘅山歌，講唱流行歌很千多年，一個傳統嘅山歌實在就較少的喂，今日佢帶來一個山歌子哦，唱是冇乜嘅問題啦，有問題就係樣嘅，因為佢很細。當到嘅專業嘅部分啊，佢係有到轉唔過來，但是也沒問題。你接唱落去就係咪就唱下個財理老師佢講過嘅自己去彈，如果有問題，多去複習佢，多去練佢，一做慢，係咪你咪強調人客家嘅未來自身嘅在一高音部分啊，可能佢平常也冇唱到一樣嘅高音嘅，尤其山歌自己最高音到咩時間，佢聲音咧可能較少去唱，感覺講高音部分我唱冇親強，也冇相干，自己一天都鍛鍊。我相信人哋合唱團，地都是那麼教人哋用丹田發音樣板，到去練佢，嗰個就唔係難，尤其一下山歌啊，就要靠人哋後生哦，真是咯。因為也山歌，繼續能夠來傳承下去，後生人一定缺不了，所以冇問題。佢俾廠來講，雖然講要到社會，意思咧個人部分，冇廠到講千好來講，專業部分也冇賺錢咯。但是佢係去學習，我相信不久之後，佢有咩客家咧善嘅歌手繼續加油哈！加油！加油！我練習就出嚟先主要對客家有嗰種熱忱。對嘛？係啊，冇熱忱都冇啊，好啊，熱忱加上練習就會見得更好，係嘛？哈，明日之星。看一下人嘅分數。好，看一下蒼寧兒嘅分數。96.5分，好，恭喜哈，先撮好啦，一個分2禮拜積分，可以慢慢拿到獎金嘛，好嘛？好，謝謝哈，生日快樂啊！對，好啦，發下來。聽一位宋祖梅帶來《老山歌》，來，彈好啦。
向前啦。观音殿头，照回家啦。家中提我，有文化子你好，你好啊，阿妹子啊，阿妹子，很記得咯。啊，佢家要地上嚟，記唔記得咧？我冇就唔記得咧。你咪雙拜月係阿妹子，我做咩啊？些時間來比賽嘅時間，你阿妹子。幾多歲？8歲吧。8歲。會少2年生嘅時間，有一擺比賽做點紅色嘅旗袍，然後就。嗰時節係老新月姐主持嘅，係啊，東區嘅哦，係啊，然後就講係當作茶妹，茶妹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就係拿妹子啊喲，係啊，你家長相沒有像茶妹啊，那有冇佢哋他上到一講誒，他有點韓系嘅，什麼？他剛剛坐在那旁邊真的很亮眼，係啊係啊，還是額頭比較高嘅關係，他跳，你長得懂有眼。係啊係啊，唱都要好，學語咩稱好？對啊，我記得佢之前講佢有做嘅小歐事件部嘅學語嘅配音，澳洲48點鐘，澳洲48點鐘，唔係小歐事件部，真係啊，你做配音員哦，配音員，學語嘅哦，有旁白嘅配音，哦，用配音要用配咯，就係嗌喺自家啲屋下公司。寄嘅設備來本眼嘅啲家啲屋下溜哦，係啊，設備寄到有，設備有本哦，錯，家溜哦，係，就從屋下自家溜好，然後某個地方建貼就再用這個電子郵件寄給公司，現在科技進步到這種程度，你看好厲害。有做的聯繫，有做的存一些零用錢，對啊，不用出門就可以賺錢。哎，真嘅，你還充電哦。對啊，哎，你看那麼優秀，不止這樣，我不會充。哎呀，又上到按獎，還是跆拳道高手咧。哎呦，黑帶高手了。黑帶哦，黑帶。我才搞完女同種，你我才白帶而已，他黑帶了，我靠。白帶等於沒有帶吧？就白帶也是腰帶，就腰帶而已。唔會本人敷跌下來先聽。誒，見冇要表演一下嘛？好啊，第二他目前是喺從那個我們的道館當助教。哇！也是在桃園嗎？係，在桃園。要教小朋友啦。小朋友哦，厲害哦。最小的3歲都有教過，係啊，有道具，有道具，有道具。我來教你一下好誒，我哋自家就去拿咧。哦，要我教。有很多速度把，速度把，係速度把。就是哦，我拿着，然後你踢這樣。抽，拿嘅時間就對定喺我的腰倒帶的位置，啊，拿到動哦，阿勇，掐過了一系列。掐過一些，阿勇就做的。啊，我現在踢旋踢。有白帶有感覺哦。你想好倆單冇？倆單白帶落來最簡單嘅。
哦，基本款，嘿，基本款来教你还好吗？哦，那个罗哥塔还好。嘿呀嘿呀，对，来把都带来了。哦，好，我们退右脚。退右脚。对，右脚放后面，因为你要踢右脚。好，1的时候脚往45度角的地方抬。好，然后抬。好啊，脚趾头脚背压下去。压脚背。压脚背。对，好，然后转过来踢。好，转过来踢。对。好。啊，踢完放前面，哎，容易。踢好放前面。对。好，来吃宽啊！你高度好像不能太高哎，感觉。压 V 就好哎。好，压 V 就好了。哎，好。可以高一点啦。好，真的哦。好，多点。再高一点啦。好，哇哦。再高一点啦。这么高啊，来。啊，可以。来。对不起，低一点。太高。不要勉强好不好？不是这样又太低了。哎呦，走点嘛。好。喂，我要去秀传医院了。秀传医院现在没开了。OK， 好的 man 哦，刚才也把数字不能吞的哦。对，两张有那么个有一张名吗？它叫旋踢。旋踢哦，是最基本的啊。我们后面练到后面会有一些旋踢的延伸动作啊，像360度旋踢啊，上段旋踢啊，前进旋踢、滑步旋踢，这很帅。你有出去那边比赛过吗？我迄有比赛过，但係唔過我迄從國總章開始練的，所以跟其他從小練的比起來，比較不吃香啦。哎，不瞞你說，我是苗栗縣68公斤級到73公斤級的第2名。真的哦？那你還會踢到人，怎麼回事？叫模特。30幾年前。40幾年前，哎呦，真的腫起來了，真的，瘋的了。尤其係我的好冇啦，學長。對呀。哎呀，厲害呢！講真的，我以前有參加過這個比賽，對呀。我眼當時呢。嗰時候佢搞很多底係嘛？給他剛對啊，我只是讓他發揮。哎呦，沒有啦，沒有，我只是去好玩一下。今後沾。然後就被推去就參加比賽，結果就第2名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表示體力旺盛啊！好啦，衝水嘞，來，羅英老師，公平哈。來，咖喱巴了耶，這個剛好很好用哎，我下次如果唱這首歌，咖喱巴了耶，咖喱巴了耶。哎，周點呢？沒事，好的，對不起。好，今日做妹唱嘅羅山歌哈，講實在其實從細從到大，還係有基本概念，不管喊腔啊，吼，從發韻味聽嘅出來吼，就係本身概念基本嘅從發就當好咧，哈，所以講今日要下大啲咧，所以才唱嘅當講呢做得。自家對自家繞 Q 做得唱到喊下好，就係因為後生吼就係上將，音美將，好物嘅都將，所以從三個來講，我發揮到從老人家一樣嘅韻味嘅魔法圖，因為嘅係時間嘅累積，唔過呢應該咬死當個，吼做得落去唱到喊下聲音到，比如講第一句吼應該開雙嘅雙啊，吼數米嘅時間吼，做得老幾數卡講一些咧，吼很明顯係第二句就係點塔嘅塔係葉上司，吼，所以唔嘅塔數米之後唔是要從哦。好，因為你上次就輸掉了，哦，嘴型啊，哈，是圓的，所以你要從周回家嘅時間雖然係落山高，不過在彎你嘅形哈嘴型在換的時候，就會冇按講，好，韻就會含有一啲啲會冇順腔樣按樣啊，哈，韓歌那我就會歌詞係媽媽寫愛啲咧，歌詞已有名哦，嗰當時得獎嘅時間吼，腔樣係駐美上去示範演唱嘛，吼表演，係彩頭演嘅時間，好，嗰當時出來唱嘅些時間啦。大家就眼睛一亮，哇！得獎嘅係聲音嘅來唱山歌啦，吼。唔過還係建議一下，就係第3句吼，講合花呢隻詩，是用茶，就回家
有文化全部係亞，所以第三個運動唔會係強用有亞，嚇有冇？全部係亞，所以我建議啊，嚇係講從較好從韓國歌詞呢流傳性較高一些咧，第三個做啲老幾句做來講下，嚇按樣又好從流傳性又會看行下高。好，本日嘅建議就按樣非常嘅好，什麼你？好，謝謝。來看一下人分數，好嘛？好，看一下宋祖梅嘅分數。好。線上有志一同哦，96.6分哦。恭喜，係啊，分數算以後，以後一個分哦，恭喜恭喜。人嘅條件要當好，真係，安尼客家也傳統嘅文化。就看人哋好上癮，三個小甜心，好吧？好嗎？三個小甜心就靠你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安之姐，謝謝。什麼？這個還你帶回去。嘿，好。如果看到不喜歡的人，就把它扒落。好來，好，撒下來。撒落去成分，水帶落平板。來，等啦。文化有聲。都爭五朋友誒，冇，唱第二組的嘛，伊鐵歌咧，鐵歌啊嚇，唔係乜歌啊，唔係乜正歌嘅啊，係嘛？親手在講5公分，公分有些少吧。专业的，对呀，专业的那个系统出来的。哦，也是戏曲学院出来的。戏曲学院的呀。哦。哦，难怪有那种戏子。冇啦。有那种底子那种感觉，对对对。我爱黑音乐系的，不是那个唱戏的。哦，冇共用。哦，不是戏曲的，音乐系的学的东西冇共用嘛。冇共用的。哎，红乐器的。哦，你是哪种乐器？有学国乐的二胡跟客家戏曲的主胡壳子弦。哦，弦。啊，读几多年了呀？哈。国一进去，现在高二读5年了。5年了呢。哎，给学校唔系要带啲学校宿是那个宿舍底部读系咪？啊。哦，待5年一定要住校入头。我可以不住校吗？不住校的话，可能要比较早起床。其实英国清早就会放松来吊嗓呀，做埋练习的嘛。做一点伸展。5点多起来。5点多，我靠，我还没睡。
你看人清楚呢，啊，你大家都好搞隔壁漳州的。还没，5点多才起床，就要到学校报到了。就起床，然后就练习练乐器的术科。哦，练习也还上课。什么时候吃早餐？7点半。7点半，点红了7点半让吃早餐啊？没有，同个做兵共用的嘛，年纪嘞吼。我摇昂的咯，这唔分摇昂的。唔会，我们在吃早餐呢，那红虫都懂猪嘞，好冇？吃到葱的以后呢，唔低黑嘛，吼，蔡丽欣赏。来，洪瑞啊。佢今年咩要參加天才熱超級組嘅比賽啊！哇！佢咩要入圍哦！哎呦，係，哎呦，真厲害！因為我從細就聽車先生嘛，對，係，啊我後來我又聽謝老師講下多主動嘅3個班，嗰時洪瑞未到幾片，嗰時我咩從佢細細看佢都睇，哎呦，真係進步當多，天才熱時間我咩要談。他的實力也不輸大人哦。哎呦，從來以後啊，尤其係結束嘅時間，對，好，跟今年呢，我就講佢今年唱嘅幾首歌曲唱起一平順，好，唔講呢，而到第3季嘅韻味嘅片，洪瑞自家應該第2季片有一些嚟上辣辣，係，嗰2隻是唱來就冇按好，其他嘅部分全部唱來以好，對。所以我對他的實力我當肯定哦。繼續加油，以後會越來越好哦。一直看在眼裡，哎，對啊，哇！尤其喺後生世代，唱較少呢，你冇？對啊，唱傳統山歌，細妹較多。對，係冇？陰盛陽衰啊。哦，所以那你很吃香哦。係啊。好啦，你看一下分數來。哦，看一下陳粉水嘅分數。96.4分，恭喜哈，差加2.2分。還有一禮拜，還有下禮拜都變咗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好啦，去做休息。沙律，客家有假，來有假帶來羅山歌。哎呦，很深也是唱羅山歌。你好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哎，你唱得以後呢？哎，咩上咗醫院演員哈，小條小面，係咩？唱得好，唱得好。係啊，第一擺來哈。係啊。你讀誰？你喺度誰？12歲。12歲，小好兩年生。係啊。係啊。哦，你多張女朋友誒？冇。唱電視做得嘛？叫咩12歲？
铁锅咧。铁锅呀哈。哪么高啊？哪么真高的啊？系嘛？亲手在公5公分。有些少吧，哦，真的印象呢。对呀。很冲的以后呢。厉害哟。哦，唔单唱唱歌，讲下语哦，佢还有特别嘅才艺嘅表演。哎呦，今日有乜嘅才艺？我會表演盤塔咧。盤塔咧？陶笛。吹嗩吶，哦，盤塔咧，陶笛啊，陶笛你那片，自家要帶來嚇，來愛同拿，愛同拿。哎呦哦，哎呀，包裝得這麼漂亮。按講哦。哎呦，陶笛。對啊。也不好吹呢。係啊。對呀，那還是要懂得它給它個原理，讓你判斷。真的哈，對了，你要先講法嗎？唔是。不是，好了。那盤嘛該好來。來盤陶笛奇遇記。陶笛奇遇記哦，好來。冲上个喜庆囧对呀，你是我第一次看到吹陶笛吹到最好的一个。小朋友啊，第一摆看到嘞。你比那个谁谢长廷吹的都还好。我怎么比到他？因为好像看他常常在电视上表演的，表演的，表示很亲力，比太银盘的还呐吼。哎呀，厉害哦！再继续加油。哎，看佢啊用比来比去，很轻神奇。不容易耶，我这吹的真的很严。还是你对的很准。准的有。对，来。哦，冲出来唱几个欣赏。来，麻烦。来，佑嘉弟弟哈，是在腔哈。我盤陶笛，喺姚門歌曲講叫我盤塔嘅樣真好嗬，客家文化要聲音咧，係來繼續來傳承就真好嚇。陶笛有辦法同人顯咧，就強下搭配。做得，可能用盤白嘅跳嘅為主。可能一般來講就嗌條顯咧，我搭配夾嘅陶笛，夾嘅 key，因為一隻陶笛就可能就一隻單槍一隻 key 嘅，中央嘅陶笛。可能應該係要做得要變化，就像社會中央啊，社會做得配啊，中調嘅中央。OK，好，應該也學業我聲嘢級冇學費，物嘅強樣都冇相關，需要同人拗爭，要做正。就做得，尤其嘅我要講個係按 sale， 老山歌都唱到相當好。這個各位，我相信唱冇乜問題，咬師各方面先能夠搞得清楚，繼續加油嚇！好，加油！厲害，真係一文演員啊，那個嘛，看本書啊，看本書啊，做嘛要，那呀，看唔到呀，還蠻本啊。你要不要去大學眼科去看一下眼睛？要不要把它割一下？度數是不是不夠了？哦，好了，看一下，來有價嘅分數。有看到嗎？有。幾多分66.4。哦，你有氧喎？有。還有一禮拜哦，加油啊！哈，下禮拜啦，變啊你哈。OK，謝謝。回家休息哈。好可愛。細細啲要樣用，係咪？先做收起來當然演員，當然演員。清澈啦，對。等一下。好啦，殺下來。殺落去陳意涵帶來片板。來，彈啦。香
客家冠军歌手哈。讲什么？啊，遗憾哦，又见面了哦。哦，那客家嘅什么用按奖哦。系啊，真的。不过佢哋係小明星了呢。哎呀，之前學教啲杯都睇世界都唔掂，會唱歌。哦，係嘛？哦，他那麼低調。係啊。哦，所以你唱山歌都唱低調，對不對？冇。他什麼調都可以。可以哈。啊，有點 get 不到。get 不到。啊，是怎樣？學校都不知道你會唱歌啊？什麼時候發現唔會唱歌？就有一擺，畢業嘅時節，畢業嘅時節。好教就有辦一隻活動，就有去報名，就係才藝表演。才藝表演。同到同學都有去報名，但是他們都從流行歌對過年嘅流行歌，但係我就冇想去強用，我就同先生講，就得唱客家山歌嘛。哦，你要這個獨排眾議，嘿，就是與眾不同。與眾不同。因為大家都唱強用嘅。哦，流行歌曲，我也會啊，其實哈，對呀。我只是不想唱啊，要唱客家山歌。發揚我哋客家文化。啊，你就得名了。冇啦。冇。哦，你是屬於表演。哦，去表演客家山歌。先生就有同我講就當厲害會唱客家山歌。佢竟然唱乜嘅客家山歌？我唱桃花開。唔係啊，唔咩啊？係田川年去比賽嘅歌山歌字。山歌字哦，哎呦，哎呀，學生係咁彈嘅事。佢哋有可能聽一擺彈到。同學彈唔是彈嘅，先生就講。特別介紹係嘛？同介紹。啊！人哋個同學就第一講唔會唱客家山歌，係咪小前嘅樣片來看？啲人連鬧嘢打嚟睇。同學就第然後奶就同佢講，就去網絡上面找影片可以看。你嘅主動山歌天川嘅冠軍歌手。啊，做推廣啊，你又做節目都做嘅。安子生哦，是冇遺憾哦。衝得嚟唱迎緊張。好，日韓非常嘅強吼，因上到獎上美安好，好，所以今日從嘅評判呢，講起來，入得冠軍嘅楊辦講有得冠軍唱表演的那個形象，懂吼，嘿，就是實至名歸啦，吼，嘿，咁講吼，因為其實吼才2歲，差唔多。基本從傳統嘅吼，差唔多都係12歲到18歲啦，吼。其實2個期間會經過就叫按照換聲期，吼，和細妹呢雖然可能要合作一啲啲，不過細妹到末野時間呢，還是那個換聲的時候，聲音的穩定度尚是還係冇按好，吼。所以加上如果從山歌來講，出啲咬字，還有個帶入樣板線上嘅問題，吼，所以2個而喺韓擺地嘅從不管係落山歌字評判全部強樣吼，線上嘅時間每音數嘅時間，攞佢下注意啲啲，吼，按數咪會下降。咁個基本呢，你從嘅你係歌詞冇問題，咁個有一句吼，聽一句嘅衝出，咩衝出，吼，衝出苦情老小可，唔衝到衝出苦情老小可。好，可能2隻詞呢，落去修正一下，其他都當好，吼，本嘢建議。什麼意？什麼先生？謝謝。歡迎下分數啦，嚇！歡迎下陳意涵嘅分數。哎呦，6.5分哦。哎呦，所以1禮拜目前請過嘅係中梅啊，梅子啊。中梅啊，梅子第一名，係第一名哦。第一名。哎呦。所以下禮拜就拼一下，幾分水？昨天拿到5000的有咧獎金哦。係啊，哈。好嘛，好，謝謝，謝謝，謝謝。多休息。對啊，很含蓄啊。對呀。你輕點影響呢？對啊。賞得一獎。不是，這還是在舞台上還是要。
更放开一些，放开一点，哎，我看下好玩。哎，因为太子给他占 C 位嘛，对对对，好，也都歌手已经表演出来了，下礼拜再看其他的精彩表演。哎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，太子家哈！加油哈！哎呀，安尼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啊，对吗？先生，还有还忙，哎，来安尼节目创歌，要做了加个来报名啊。哎，加个大天吧落去，人叫667人流浪灯台这个大天吧。哎，等一下就会天吧哈。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，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是问各位小朋友，下礼拜加油哦！哈，谢谢。是问小康老师还有我去欣赏，辛苦了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安子 C。严重的部分演员辛苦了，安子 C。好了，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的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冲下来，各位拜拜，耶。